啊刹车片就是橡胶呢，啊它那怎样踢啊？踢啊啦，伊是橡胶啦。哈哈哈。我来讲，伊是橡胶。啊踢啊，咧磨踢啊。伊是毋是？伊是碳粉。碳粉。类似碳粉。哦，类似碳粉。碳价好用哦，碳粉。毋是，伊是铁啊，铁啊，迄磨铁啊就磨了去啊。你就是铁啊无铁啊，可能迄个铁啊无铁啊吼。哦，那刹车迄个声音嘎嘎叫，安尼支持，系金属摩擦的声音吼。啊来检查，结果就是这刹车片磨了，磨损。啊，它也在磨左轮磨的比较严重，这右轮怎么比较没有？迄分泵的关系。分泵。分泵是迄个刹车两边在刹车不平均。哦，刹车不平均。啊，你会使着猛用，无你就是过规个迄拢爱去开。哎呦，如果开唔通啦，所以用真好啦。嘿，所以老师我甲你讲，换刹车片是上省的。是啊，刹车片上省。那分泵是这支杆，这支铁啊。这粒无，哦，迄粒有分泵哦。安尼那个我会偏斜，就是因为磨损较厉害，看嘛。毋是偏斜，迄就是伊两边的刹车分泵做动不平均。动作不平均。做动，做了会动的做动。无再有名叫做做动。嘿嘿。就是伊咧动作的时阵无平均啦。伊咧动作的时阵无平均。啊，迄要处理就是你就是换掉，就是。哦。安尼用。啊，你打洞啊，伊迄力袂遐大呢。迄力足大，迄去靠压啊，去靠风诶。哦，啊，毋着靠油压，毋是油压。咱刹车是靠油压、靠压、靠油风诶。真诶哦，刹车有靠油压哦。哦，油压力足大啦。毋是你甲动伊就会调呢。哦。你咧啥？你压跟油压没有做动是无动咧。你听有无？弹簧安尼就会使无要紧。安尼。无你个手啊。有。弹簧是咧做啥会作用？迄个镜哦，迄个镜哦开咧，退后开咧。弹簧。啊，像避震器迄敢是弹簧的迄个观念。避震器敢是弹簧的观念。这嘛是一条筋啊。哦，遮粗哦，这。哦，这避震器你看，这遮粗的。避震器哦。脚踏车位嘛是有迄避震器的。哦，这那新型的。拢是共意思。旧型的那像无避震器呢。好，谢谢，还有了解。哦，这刹车片，偌贵的咧，一片300块咧，一盖买2链4地，12块。贵33的。哦，贵33哦。啊，哎呦，讲个磨甲剩一片，遮细片啦。哎呦，遮大地磨甲剩一滴啊！哎，可怕呀！哎呀，开车开到速度慢下来就有那个金属摩擦声音。哎呦，原来是刹车片磨损这么多了。哦，怎么会磨到剩下这么少？说是碳粉哦。安尼个扣的那些金属的那是碳粉，不是橡胶呢，是碳。哦，碳有这么好用？